接下來你坐安子些。Oh, I know. I was professor in NUS. US before in Singapore. Oh, that's amazing. Linguistic. I'm a chemical engineer. Wow. And you're a hacker? Yeah, I'm hacker. Wow. Are you hacker also? No. Like Robert, the guy? He's a hacker. And this one is Yeah. next page in back. And the English lesson is Can not we try? No, yeah, Yeah. no. Doesn't work? But you can ask them to do it. In your PP, PowerPoint, okay. Okay. You don't need just put, just pick Yeah, I know. But where's the thing? Is it there? No, don't need anywhere. Don't need. Can I try? 协助吗？那个讲者说要 But 发 do you want them to help you to do it? They can do it for you. Just tell them to explain. You want to 红 control. 色的那一 But 块。 it doesn't work. No, they're going to let you try. They're going to let you try. Doesn't work. 这个是要发给大家，对，他说就是先发这个，如果发完就是不够的话，发他的名片。哦，好，我来跟他有没有工作人员可以？就是可以在协调中。哦，现在 So I'm putting it here. I will get you her and 我没有其他 finish. I give you. Okay. Then you don't need. Give her. Okay. Thank you. I will give you more time. Excellent. 你们可以看。 Yeah, that's good. And do we use this one? Is it? 可能我会站着讲，我是站着旁边。如果站着讲哈，没问题，站着讲。站着讲，平时学校都站着讲。Oh, I see. Oh, it's okay. I'll do it. I'll do it when I try. Works? When your turn, I will like. I will turn. Yeah, we. 我先帮你们开，我帮你们都打开，都打。 So we are sitting right now. If you want to stand up when you speak, I think it's It's okay. 各位貴賓，請你坐安呢嘅會議要開始了。 either way. 歡迎轉到2023全球客家文化會議。接下來，我哋會進行語言福建與族群發展嘅分組議題研討。首先有請議題主持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吳宗傑教授致辭，眾上歡迎。大家好哈，俺榮幸哈，太妃邀請我來主持啦哈。我來自高雄啦哈，高雄師範大學嘅客家文化所嘅教授啦哈，邵相吳啦哈，邱天吳。一個層次啊哈，我哋愛討論嘅係語言復振同族群嘅發展哈。來賓我哋有三位演講者哈。再來還有伊談人，總共有4場哈。聽優秀片啊哈 ，TV 係嘅中央大學嘅總漢平教授啦哈。The next one behind me is Zuckerman, Professor Zuckerman from Australia, Adelaide University. 再來係嘅馬來西亞嘅沙巴崇正中學嘅教總哈，蒼贊權教總。再過來係台東大學嘅中學強教授啦哈，而係我哋嘅伊談人啦哈。嘅我哋一個從此啊哈，主要都關心啦哈，就客家語言哈重新嘅振作哈，就復振一個議題啦哈，英文就講revitalization 啦哈。嘅從我哋講Zuckerman 形象啦哈，Zucker means sugar in German 啦哈，s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Zuckerman is sugar man, but he made himself become
Superman 哈 ZOO 哈 Superman 哈 Superman become a Superman on the issue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Yeah. So we 好，講真嚟客家話啦嚇。總先生一篇會講語言嘅政策嚇，政策用嘅配合語言復振嘅方式嚇。這個面先生會講做乜嘢能需要語言復振嚇，復振語言嚇，用私語言對人呢有乜好處嚇？大家可以聽一點嚇。而之前睇澳洲啦嚇，專門復振原住民嘅語言，還有非洲嘅原住民用私族權嘅語言嚇。再來就沙巴嘅經驗嘛嚇，就東馬嚇，東馬嘅沙巴方面嚇嘅參告訴咩係博士哦嚇，佢專門做沙非語言學嘅嚇。調查語言嚇嘅沙巴中學嚇，超過100嘅學生參加研究嚇，用問卷嘅方式嚇去調查講不可使用嘅語言嚇，同佢哋嘅野外啦嚇，同學用嘅語言來講法嚇，佢有針對性嘅調查嚇，等下佢會來講嚇。再來中學兼先生係長期喺台灣嚇，都推送各種嘅模擬啦嚇，從客家話、福佬話變原住民話嚇，各種模擬嘅推行啦嚇，就使到所有嘅本土語言可以共好嚇，共同來變成嘅使用嘅情況增加嚇，態度變啊做積極嚇，太快係安尼嚇。我係想盡量嚇本時間本 CV 講座嚇，再來都可以放帶下聽眾朋友大家來分享啦嚇，盡量主持人唔好太多時間嚇。剩下兩人就先請總教授嚇，總上分享嚇。好，各位与会的这个先生女士，大家好哈。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讲中文的？我不是客家人，虽然我在客家学院教书啊。那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会讲客家话的人在谈语言复振哈？那我觉得它就是最好的明证，就是客家学院其实容纳非常多少数族群在里面哈，就是除了客家自己是少数族群，还有很多少数族群也可以在客家里面有一席之地哈。那为什么我来报告这个题目？可能因为2个经验有关。第一个经验是过去一直参与客家的语言调查。那第2个经验就是对于国外的这个语言政策的一些理解，然后刚好8月刚好陪副主委又去了威尔斯，所以就跟大家报告一些及时的一些资讯哦。那我很快的就会把2个部分放在一起谈。那因为我们的诸葛老师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我会多留一点时间给他哈。好。那这个题目基本上我们谈的是语言复振跟族群发展。他说不能点，因为这个投不出来，好，是吗？他们说显现不出来，我是说没有办法去点那个。好，那我们先来谈这个语言发展的3个层次哈。语言发展基本上有3个层次，第一个是语言态度。第2个是语言使用，第3个是语言能力。那这3个面向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那对于台湾的客语的复振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在于语言态度。我觉得我在看人口调查，跟我们在看国外的语言政策推动的时候，其实语言的态度非常重要。那语言的态度就会跟客家的光荣感是有关的。那跟客家的光荣感提升之后，我们的语言使用的频率可能就会增加。那这会促使我们有语言能力的人，他会在不同的领域更高频率的去提高自己的一个语言使用的一个方式。那客委会同时都在提升这3个层次，尤其是在客语能力的这个部分。那客语能力的部分跟客语使用跟客语态度，它都会受到不同的变数的一个影响。那我今天就先来谈谈我们的这个客语的这个调查啊。那台湾的客语现状是什么？台湾的客语现状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110年的这个调查，110年跟105年的调查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台湾的客语现状，它的听的能力其实是下降的，它只有在19到20岁的这个年龄层里面，它大概是差不多的一个状况，但是普遍来讲，听的能力是下降的，这个是
在110年的调查，相对于105年的这个调查，那说的能力呢？说的能力基本上也是下降，可是我们在13到18岁的这个年龄层，其实有一点提高。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的能力增加，但是听的能力下降？我们的猜测就是说，如果我会讲安之 C 或是 Lola， 我就可能告诉你我会说客语。但是你如果跟我讲一大篇长篇大论，我可能听不懂。好，这个是我们的猜测，但是这样子的统计，其实它还必须再做更细致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客家语言的调查的长期的一个贯时性的一个分析，到底我们的母语政策、我们的乡土语政策，它到底在哪一个年龄层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譬如说我们的13到18岁的这个年轻人，他的说的能力有增加一点点，但是他的听的能力其实还是下降的。好。那普遍来讲，我们刚刚讲的是能力。那普遍来讲，我们来看区域，如果我们从民国93年的调查一直到现在的调查，都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客语使用的能力，不管是在听说的方面，其实都是呈现普遍下降的一个趋势。那怎么样对客委会有个交代呢？客委会调查那么多年，要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想到客语政策分书化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人口调查，我们在人口调查里头有区分出来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跟非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所以在110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跑了另外一个统计，就把这2类区分开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内的客语的听说能力，其实明显是比较好的。它虽然也是下降，可是它是呈现单位数字的下降。可是，在非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它就是双位数字的下降。那它里头背后有一些政策的一些意涵。那这个政策的意涵就是，我们的资源可能没有办法普遍的投射在所有的台湾的各个乡镇。它可能必须要有一些分书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制定的一个目标，这个就是过去的这个105跟110年，我们可以看得到，在110年里面的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它的客语的听说能力其实明显的优于非客语非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哎，这张图怎么不见了？好，这张图不见了呀。那这张图要讲什么？就是讲我们的客语使用环境。我们的客语使用环境不但在家户内、家庭内，或者在社区里面，甚至于我们现在在推的公视客语在这个公家机关里面，或者是在学生在同学之间，不管是他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其实都下降。那这个下降当然背后有它的一些政策的意涵，这个图片我们就跳过了那这边要讲的只是我们的语言使用的环境我们的语言使用环境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友善，虽然都在推这个客语生活家庭或者是这个公视客语，可是它似乎效果也不是那么的明显这一张图其实是要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的客语使用在几个方面有一些趋势出现，譬如说，第一个，家庭跟外出说客语的机会其实是在减少的。那个在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当然有一部分的乡镇，尤其是客家人比较多的乡镇，它减少的比例是比较低的。但是只要在非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那个下降的比例就非常的高。然后第二个就是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的客家民众的听说能力其实是平稳发展的，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客委会的语言政策的成效。我这边再插进来讲一下什么叫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什么叫非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因为我们在语言调查之外有一个客家人口调查，那客家人口调查有区分出来客家人口在各个乡镇市所占的比例。它的比例分成4类，一个是占33%的，一个是占50%的，一个是占75%的，所以我们有4类的这个人口的区分。只要是
客家人口在该乡镇的人口比例占33%，就是1/3的，我们就叫做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那台湾现在有70个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好，这就是我这边要谈的，在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里面的客家的民众听说能力平稳发展，它虽然有调，可是跟其他的语言相比，或是跟其他的地区相比，它其实算是平稳发展的。好，就是可以看得到客委会的这个语言的成效。那在重点区以外的客家民众的这个客语能力就流失，而且流失的非常快，尤其是在105跟110这2个调查中间，其实流失的非常快。这个可能跟世代有关，因为我们在讲人口调查，它可能跟世代，可能跟事件，可能跟这个不同的因素有关。那这边可能跟某一些世代，就是40岁以上的这一群人，好。他的这个客语能力其实是流失的非常快，40岁到60岁30岁到50岁中这个世代的客家民众，他的语言能力流失的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政策的回馈，就是说，在重点区以外跟重点区之内的客家政策，其实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制定方式跟推动的一个方式哈。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以及它呈现出来的语言使用的状况，然后又刚好我们可以看得到客委会现在在推的语言社区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以及威尔斯的一些语言的这个附赠的一些政策的参考，所以呢，我们不但要去推动客语的能力，就是增加学生在教育体系或者是他们在我们讲的乡土语的课程里头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言能力之外，我们还要增加他在公视客语的社区里头的使用能力啊。那这个使用的一个能力跟频率，其实跟客语的这个社区的推广其实是有关系的。它包含了社会文化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社会文化的系统就是语言使用的公领域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准备，然后再加上家庭语言家户内的语言使用。两者加在一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对于客语使用的一个支持性的一个文化系统。那只有透过家庭社区这样子的合作，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我不敢说语言可以达到附赠，因为语言达到附赠这件事情是需要非常多的资源，而且它必须要有非常强的决心。但是至少它可以维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发展，所以语言社区除了客语生活学校。除了客语家庭之外，我觉得客语社区、语言社区的建立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包含我们前面讲的语言的这个使用的附赠的3个方面，一个是客语能力，一个是客语使用。那客语能力跟客语使用，当然就会跟我们的这个族群光荣感其实是有关的。但是在实务面上，除了这个客语生活学校跟客语家庭之外，可能下一个步骤需要加强的可能是客语社区。那这个客语社区里头，就是包含了这个语言态度跟环境，那它可以透过一些学校的正式教育，或者是非正式的这个家庭的一个语言传承，来培养他的语言能力跟语言使用。那弱势语言在公领域的使用，则需要另外一方面的一个推动，制度性的一个推动，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客家重点区跟非重点区的时候，可能在非重点区里头要推的是公视客语。那公视客语里头就需要官方透过政治，或者是社会或是经济的安排，才能鼓励到这个客语的一个附赠。所以其实这里边要谈的是一个客语附赠的政策的一个分数化跟它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目标。好，那这个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借鉴呢？就是威尔斯语。那威尔斯语当然跟台湾的客语的这个位置，在社会里头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威尔斯虽然是在大英国协里面，可是我们威尔斯他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国家，那他的政治有非常大的一个自主性。所以那跟台湾的客语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位置以及它的族群位置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可以有一些借鉴。譬如说我们去看德国的少数族群，或者我们去看法国的少数族群，然后看威尔斯的少数族群，它只要在它的地区里面，它的语言永远是先于它的国家语言。那威尔斯语的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他们在2021年有一个目标，2021年他们的状况是有310万人里头有17.8%会说威尔斯语，
可是他们有一个雄心壮志，但那个时间也拉得很长，他们要到2050年，他们要让讲威尔斯语的人口倍增。这很像我们台湾的基督徒要那个客家人口倍增那个概念哈，信徒，所以他也要倍增。那他的政策是什么呢？它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它是先立法，公部门先行。哦，那为什么它可以立法以后执行，而且是可以公部门先行？我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的威尔斯语在大英国协里头位置，跟客家族群在台湾的族群政治里头的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其实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国家了。好，但是还是有一些可以。我觉得可以给客家文化发展重点区参考的部分，那它由上而下，它制定了什么？譬如说，它制定了一些法则，譬如说在公事环境里面，或者在百货公司里面，它如果没有推动这个说威尔斯语的时候，它是可以有罚则的。但是我们问他了，他说也还没开始罚因为先不要罚，先劝说这样子。然后呢，在国会之下，他会设立委员会。然后那个委员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推行的计划，那这个推行的计划，这个组织它具有那个执行这个法则的公权力，但是他们其实都还没有使用过。好，那第三个部分，他们就是政府机构先行，只要到了政府机构里头，一定是威尔斯语在放在第一列，英文放在第2列。好，不会我们是英文放在第1列，然后中文放第2列，然后客语放第3列所以他们就是客语先行这样子。然后语言的这个学习的亲近性，就是他们在推公视客语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硬生生的去推公共政策，他们的公文书写有2种方式。就是公文书写，你如果是一般的公文的话，就是用一般的公文的语言的方式跟你沟通。可是呢，你如果对语言的学习有兴趣，或者是说你对语言附赠有兴趣的时候，他会用另外一种比较生活化的、比较让你有亲近一点的方式，让你去使用这个威尔斯语，或者是让你去学习威尔斯语。这个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有展示非常多的例子给我们听就是说你要让他觉得学威尔斯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在你的日常生活头，只要花很小力气就可以完成的。他们的公部门写 email 的方式有2种，他们不会说譬如说我们的民众要去跟他要那个教材的时候，他不会说给你教材，然后或者请你去哪一个部门联系，他们完全不会，他们会打破部门之间的这个隔阂，然后用另外一种对待朋友的方式跟你进行文化沟通，或者跟你进行 email 的沟通。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蛮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然后第6个是他们有3种类型的语言制度，第一个是英语作为媒介的教育制度，第2个是威尔斯语进行教学媒介的这个学校，第3个是威尔斯语跟英语双语教学。那他们在不同的区域会去推这不同的类型所以其实他们慢慢的是想把这个纯粹的英语的教学转换成英语跟威尔斯语的教学，然后再转换成威尔斯语的教学。虽然现在以威尔斯语教学的学校还是很少。但是他们是非常有企图心的在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他们的政府政策的制定这个就是图片。所以你只要一进入到那个威尔斯政府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是这句话，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这不做会讲这是我说客家话这件事情。然后一进去之后呢，大家都开始讲那个威尔斯语，不是讲客家话但是我们的副主委在那边讲客家话了，用客语致辞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公视的客语环境的一个建立，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们的标语，虽然是那个禁烟的标语，他们都是威尔斯语先行，然后英语放在下面，他们不会英语放在上面，威尔斯语放在下面。就表示威尔斯语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地方语言里头，在这个地区，我不敢说它是地方，因为他说它是国家，这个是他们的政府，所以呢，他政府的标示也是威尔斯语先，然后英语在后面，好，那它的这个除了这个我刚刚讲的，时间到了吗？好，我很快的讲。
那他除了在那个政府机构之外，他所有的政府机关全部是威尔斯语先行，甚至于是医疗部门、消防。因为他为什么把消防放在里面？他说要救难、要救灾这件事情要用母语讲，然后要去看病也要用母语讲，所以这个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好。所以呢，客语的复振其实安排的，其实涉及到的，我刚刚讲，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政策制定的一个过程。它涉及到多族群的社会制度的安排跟资源的这个分配，所以它不只是个人层次问题，它不只是社区的问题，它还包含了这个国家政策上面的族群主流化推动，因为提升客语的光荣感，然后它才会去使用母语。它也牵涉到政治经济资源的安排。那最后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看完了这样子的例子，我们也建议说，客委会可以在有效资源的基础上面去做有效的投放。我们从统计数字，我们从国外的案例可以看得出来，客语政策必须要立体化。也必须分数化。立体化的意思是说，它可能很难由中央直接制定一个统一性的政策，然后到各个乡镇里头。它可能必须去思考重点区跟非重点区的区分，甚至于重点区里面的客家人口占的比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因为不同的比例，你推动不同的政策，其实会影响那个乡镇的族群关系。比如说，你如果在33%客家人占33%的地区强行推动客语，其实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些族群关系的不稳定性。那分数化就是这个地区里头，它的小学教育、它的国中教育，或者是它的客语家庭的一个推动，可能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又牵涉到所谓的这个腔调的问题，它牵涉到人口的问题，它牵涉到这个地方的教育的问题，所以会建议客委会在思考将来的语言复振的时候，其实要让它立体化跟分数化。好，谢谢大家。Time for Professor Zuckerman. Yeah, so applause.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he first time I met a Hakka person was in Singapore in 2001, exactly after 9/11. And this man that I met was very much, he reminded me a little bit of Zhuge Liang. You know Zhuge Liang? Because he was very strategist and very clever in his political engagem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erson was not romantic, in my view. He was not Lang Man. So I decided to call myself Zhuge Man, to be romantic. And the reason is that he was not romantic was because when I discussed with him his heritage language, namely Hakka, he told me that he preferred to have one nation, one Chinese nation, one people, and one language, and therefore he decided to promote Mandarin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actually he did not promote Hakka. In my view, this is why he was not romantic, and therefore I decided to call myself Zhuge Man, like him, Zhuge Liang, but unlike him, romantic. The name of this person was Lee Kuan Yew. And I remember the meeting like yesterday. He was still alive, and he was a genius, but when it comes to Hakka, in my view, he missed the point because he did not promote it. I believe that language diversity is good for social harmony. I think that it is a fallacy to believe that when everybody speaks the same language, then there will be no wars. In fact, you can have a look at Syria 2020, Rwanda 1994, Israel 2023, and you see civil wars
of people speaking the very same dialect. That's a book that I published called Revivalistics. I recommend the book. It's in English. I have a book in Chinese, but it's about Hebrew. When it comes to language revival, you need resilience. That's your humble servant. That's me with Muhammad Ali. He was a boxer. If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Ali, he was there for the long run. He was not a knockout person. He did not kind of knock you out like Rambo. He was there until his opponent just gives in, you know? He was an athlete. This is what language revival is about. It's about resilience. Another thing about language revival, it's about resources. I brought here some resources that I wrote about Bangla language. This is an Aboriginal language in South Australia. We need many, many resources, and it's ironic that these resources are written, although Bangla, like mos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is not written traditionally. Mos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re not written traditionally. But we need resources. And of course, when it comes to resources,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or technology. On the left, you see Harry Dare. He was stolen as a baby, as a 4-year-old child, as a toddler. Stolen Generations, it is called, in Australia. As you may know, children of mixed heritage were stolen from their mothers when they were young in order to give them better education, in quotation marks. Harry was stolen. He was not allowed to speak Bangla. This is called linguicide or language killing. He was stolen, among other things, by technology. For example, colonization in Australia by the Anglo-Celtic colonizers was because of ships. Ships is technology. Weapons ar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black car that took the guy who stole him, yeah, it was a governmental car, it was a technological car. Now we use technology to reconnect with a language that had been lost by technology. So this has to do with well-being. As you can see here, this is a reclamation workshop of the Bangla people in 2018. Language revival, as we heard very beautifully before, is a global attempt. So you've mentioned Welsh. We have language revival all over the world. My own mother tongue is Israeli or revived Hebrew. It was asleep or walking dead for 1,750 years. Nobody spoke Hebrew as a mother tongue for 1,750 years, and it was revived. And this is my mother tongue. So when I speak my mother tongue, I speak in a revival language. Here it's Jungwasi. Jungwasi is a language in Namibia, and the other one is in Platfontein in South Africa. Why should we revive dead, in quotation marks, languages? Now, of course, Hakka is alive and kicking, but there are some languages in the world that are even that they are dead. I mean, they're kind of sleeping beauties, if you want. I use this metaphor, sleeping beauty, but it's much harder to revive a language than just to give it a kiss and then the sleeping beauty becomes alive. It's much harder than that. I'm going to briefly give you ethical, aesthetic, and utilitarian benefits. As you can see, written in Chinese. Ethical has to do with what is right, aesthetics has to do with what is beautiful, and utilitarian has to do with what is good for society, what is beneficial. Language loss, and I can tell you, having looked at it in various places in the world, it has to do with the loss of cultural autonomy, the loss of intellectual sovereignty, the loss of spirituality, the loss of the soul,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Sometimes the people realize the loss only
2 or 3 generations later. The generation of the losing tongue often is not aware of all these unfortunate realities. Linguicide happened in Australia. This is Anthony Forster in Adelaide. The natives would be sooner civilized if their language was extinct. That's language killing. The ethical reason for language revival has to do with the Trinity. The Trinity is not il Padre, il Figlio e lo Spirito Santo, as the Catholics say,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Not that Trinity. I'm talking about the Trinity of people, land, and language. So far, it was the ethical reason why we should revive languages. Languages have been subject to linguicide. I know that Hakka in Taiwan was subject to linguicide in the sense that it was not encouraged by the authorities years ago. I want to talk now about aesthetic reasons. If you kill a language, you kill an entire culture. It's like dropping a bomb on a museum, the Louvre. This is Ken Hale, who was a linguist at MIT in America, in Boston. Now, you might be lactose malabsorbent or lactose intolerant. I love my cheeses. I believe in cheeses. When I go to the Adelaide Central Market, I want to have a good taste of cheeses. Look how beautiful Australia used to be. 400 on the left, 400 distinct Aboriginal languages. Look how ugly on the right. Monolingual mindset Australia. Most Australians speak only one language, namely Australian, which is English. Look how beautiful the world should be. Sometimes it includes a Hong Kong singer on the left, Mo Wan Wei, a friend of mine from high school, Karen Mock, her name in Hong Kong, and then that's myself, and then a Finnish scientist, and an Italian politician, and a Singaporean businesswoman. That's how we want the world. Sometimes even in Mandarin you have endangered elements, like this beautiful character that I think I counted 57 strokes, but maybe I made a mistake. I don't know how many strokes that character should have according to you. Look how beautiful Mami Sapinata Pai. Mami Sapinata Pai, a look towards the other, hoping that the other would initiate something that both of us really want to do, but so far nobody has had the guts to initiate. Right? This is one word, and as a linguist I can analyze how they make this word happen. This is beautiful. This is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finally, and most importantly, I would like to talk here about the utilitarian benefit of language revival. And language revival is on a spectrum. Sometimes it's reclamation of a dead language like Hebrew or Bangla. Sometimes it's revitalization of a language that is severely endangered, like many Aboriginal languages in Australia. Sometimes it's reinvigoration, like Welsh, like Hakka. These are all revivals. Maori, Te Reo Maori, is in between reinvigor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as I see it, because most Maori are not native speakers of Maori.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speaking the language within their group. The number is unimportant.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is the only thing that should matter for us. I know some languages with 400 speakers and they're 100% safe. 400 speakers. I know some languages that are 1 million speakers and they're very endangered because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is not 100%. Coming back to well-being, to utilitarian benefits, to the idea that language revival improves your mental health. This is Jenna. She uses the words like liberating, like it gives me a purpose in life when referring to the first language revival workshop that we had in 2012. Evelyn says, our ancestors are happy, which means for an Aboriginal person that she is happy.
Darcy Hallett, Michael Chandler, and Christopher Lalonde looked at the correlation i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between language loss and youth suicide. They analyzed 6 tribes, 6 Aboriginal tribes. The tribe that did not lose the language did not have any suicide. The tribe that lost the language completely had a lot of suicide, and then the 4 others were in correlation. It was really a cor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loss and suicide. I would like to argue today that just as language loss causes suicide, language revival decreases not only suicide, but also suicidal ideation and also bad thoughts. So in my view, we should not use negative elements to promote a language, but only positive elements to promote a language. So in other words, we should ensure that the kids within the tribe a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speaking that language, rather than punish, a shop for not serving somebody, for not putting signs in Hakka, etc. I would like to end my presentation with 4 components. If your language is endangered, do not allow it to become a sleeping beauty. The reason is that you need a lot of resilience for the revival, which is number 2. If your language is endangered, stop, revive, survive. This sign in Victoria, near Melbourne in Australia, is about the car. When you drive a car, you need to stop and eat some dumplings, and then you will survive the drive, you will not have an accident. But I reanalyze this sign as stop your life, revive your language. And I'm so happy to see so many people here who care so much about Hakka. So I'm kind of preaching the converted here. Revive your heritage and then you will survive. You don't want humanity to just become the same thing. You don't want everybody to be the same. The third component is very important. If you revive a language, embrace the hybridity of the emerging tongue. Some of the speakers this morning mentioned the word hybridity. You can't help it, but the language will be a hybrid.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hybridity. Hybridity brings us more diversity. Hybridity is good. Don't be puristic. If you tell your children, give us authenticity or give us death, you'll get death. In every Aboriginal tribe in which I worked, whenever the elders said, give us authenticity, speak like us, or give us death, they got English. Well, in the case of Australia, it was English. And then finally, because I'm just in the 0 here, if your language is safe, say you are a Mandarin speaker, so you are not minority, you're not Hakka, you're not Hokkien, you're not Holo, you're not Amis. If your language is Mandarin or say Spanish or American, consider helping others in linguistic need. There are many, many people who need your help. Thank you so much.有請嘅參教長嚇嘅沙巴重鎮總學嘅參教長嚟發表。好，各位大家下午好哈。大家好，我今天不会讲客家话哈，因为我的董事长在这边，他常常笑我说，哎，我这行不行？我今天其实很紧张哈，在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知道我拿起这个麦克风，他们就很紧张，讲了不要停。那今天在那么多学者的面前，那么多长辈，尤其是客家这一个环节啊。我觉得我年纪太轻哦，那我很紧张，所以让我我不要讲客家话了啊。那我讲的客家话你未必听得懂啊。刚刚我在开始
我的之前我跟张教授就问了他这样子一个问题，我说待会我就会问大家这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如果大家都说同样的一个语文，是不是代表那个地方就是很和谐？不一定，肯定刚刚朱格曼教授也说了，不是这样子的。你就算讲同样的一个语文，如果你有冲突，你还是会有冲突。和谐不是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从马来西亚来我今天不要很悲情的告诉你说我们被压迫，但是确实有人会跟你说，那你就是因为多元很多种语言你不能够一起沟通所以有误会会有人用这样子的一个excuse，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借口来尝试同化大家，就说你讲一个语言那我今天要做的这个题目呢是语言平等跟网络发展和未来首先我会介绍一下马来西亚这个华人的人口的那个 composition， 还有我会谈谈独中这个事情有一些可能前辈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是马来西亚的独中那我也会介绍一下沙巴崇正中学就是我来自这个中学作为一个化学工程师去当校长今天要讲客家这回事，我真的很紧张可不可以给个掌声你们？OK， 那可以帮我准备那个 PPT 了吗？那我先开始可以吗？有了吗？那我先讲等着他们 PPT。马来西亚人口3200万华裔有多少？6.8个 million， 大概是21个%，其他都是有64个%是土著马来西亚马来人少吗？6.8个 million 百万，差不多700万人口。全国的中学生人数有2.1个 million， 2.100万。国中生有独中生，就是我来自这个体系，只有区的8万人，3.7个%，其他都在国中。什么是国中？什么是独中？国中是政府的中学，有学中文有。中文是选择性，你要学就学，最好你不要学，因为不够老师，他就不鼓励你学。什么是独中？马来西亚有60间独中，我们都说60+2+1。什么是+2？有2间是分校，分校不能够证明，因为他不要再给你 license 做新的独中，所以60+2有2间分校，另外1间是国中，但是争取了考独中的统考，所以我们有63间独中在马来西亚，你可以下一张下一张在沙巴的情况呢，可以吗？沙巴的人口3.4个 million， 沙巴就是什么？我们有马来西亚半岛，有没有？下面就是那个新加坡。刚刚我们说，我们叫 British North Borneo。Borneo Island 就是有3个，刚刚有说过上面有3个国家，马来西亚的有汶莱，有这个加里曼丹你可以再下一张沙巴的人口3.4个 million 华裔人口很少，真正的华裔人口大概是 quarter million， 25万人口那我们的原住民是大概68个%，中学生人数有大概20万，独中生有多少？不多，大概6000人。那沙巴崇正中学呢？我们的规模大概是2600人那我要大家看一看，可能你看不到在前面全国我们的华裔独中生是97个%，在沙巴州是华裔独中生是85个%。你可能没有看到最下面那个，我们虽然很小，但是我们一个华文学校，我们不是 international school， 我们是华文学校。我们有78%是华裔，其他22%是什么人？它是包括土著，
包括马来人，包括因为我们今天谈种族和谐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会选择华校？我现在讲在沙巴的情况，我们做得很骄傲。我觉得我们在沙巴都很出名，我们的种族和谐是很出名的。在一些地区，种族关系很紧张，就刚刚说的，早上说连坐在同一个咖啡那个 kopi diam 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吃的东西你不清真的，我的又不行。在沙巴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这个东西会自然掉下来吗？还是有人在耕耘？待会我告诉你，这个耕耘做了50多年，谁在做？我相信我们客家人肯定在做我忘了告诉大家，沙巴崇正中学是客家人办的学校，1965年开始。我的董事长在这边董事长来，你站起来一下董事长大多杨俊明你下一张那我们说一说在语言不是一个非主流语言的环境，可以下一张我们在台湾你可能感觉不到，因为大家都讲华语，都有一个主流的语言环境，在我们那边没有。马来话、英语，尤其在我们还有土著卡达山、都顺，要制造一个华语的环境不太可能，真的不太可能说纯华语的教导，不可能很难。那你看看这两个，这边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在台湾嘛大家都用的文字都一样的中文嘛，大家都看得懂。那你看看这边五花八门，有英文的，有马来文的，有中文的，全部语言的功利性刚才教授都在谈这个东西。如果学语言无法使用，无法在这个社会上有所价值，我们学的原因是什么？真的逼他 priority 什么东西你就要用这个语言，真的能够吗？不见得待会我们会再讲下一章。今天我们也讲一讲网络发展就是我们说 Internet， 我不是说那个 networking Internet 的发展对我们来说，学语言是契机吗？还是危机？大家想一想我本身认为它两样都是。在华语，尤其是我们这个地方在马来西亚，在沙巴，它华语的位置还没有成熟之际，网络的冲击肯定是一个危机。我们的孩子都讲英语，他从华小就是华文小学上来，就走在我旁边，都用很标准的美语，在美国口音的英语在交谈。那你能够不捏一把冷汗吗？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开了 YouTube， 他每天开了都是标准的美语。那当你跟他讲清楚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文法都不对的，他只学会了那个最表面的那个口音但是我说，网络发展却是一个契机。为什么？我们曾经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客家人也好，大家都学会了广东话。你知道为什么吗？港剧，大家都看港剧大家都学会了广东话，有没有？有一阵子大家都学会了日语，为什么？看日剧。我告诉你，现在好多孩子学会了Korean 那个韩语，看美女帅哥讲就学到了是不是一个契机？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客家的帅哥美女拍了很多短视频，有没有一天客家变成一个主流的文化，全世界的人都在学客语，可能吗？这绝对是可能的。谁做？谁做？可能我们大家要一起做，这东西我们必须要一起做内容的品质当我们说 Internet， 你说有我不是有很多拍了100集嘛？那个客家那个能力你去看嘛。内容在网络没有办法，它品质好，自然他就会找来看，看了一个他就接着下看一个，这个东西我们逃不了。
技术就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如果它能够还有5分钟哈，它品质好的话，它文化的价值，市场会定夺，孩子来决定好不好看，要不要看，要不要学，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校长不能够说，哎，就要学这个哈 ，No， it doesn't work that way。他说好看，那个就是好看啊。好，下一章哈。网络的发展不可避免，语言的学习看似很容易取得，但对语言的传承其实起到的作用还要探究啊。可能你说，哎，你要学一个语言有多难呐？网络就去学嘛，他就教你从最简单学到最难都有，任何一个语言呢都能够学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他不会因为有了那个容易的平台，他才会传承下去，它绝对不是这样子哈。那我这边有做了一些数据，因为我只剩下4分钟哈。那下一章，我们因为这个题目，我做了一个研究，在我学校有2500个学生，我发了问卷大概是1172笔每个人只能够填写1次回来的13岁到18岁纳入最终的分析是1亿6亿1161笔模拟这个社会的多样性，我们有国际学生，我们有土著，我们有华族，我们都没有去删除，我们就说 OK， 所有的 data 都做 analysis，OK， 这些占了我们全校的46%的学生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这只能够代表是马来西亚，尤其是沙巴州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研究下一章，有多少%的人这可能是旧的那个版本了有多少人讲华语？75%的学生讲华语，因为我有大概1/5的学生是土著，我有大概100多人的国际学生华语用在家里单一使用的语言华语。英语的有11%接着加其他下一章。家里到底说多少种语言只有1种的13%，2种的有41%，3种语文在家里3种语言以上的25%。如果你把这些加起来，那就是大部分4种以上的。有13%，这个是我们在沙巴，尤其是在我们重振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一个情况。为什么学校3语并重并受，不是只是喊口号，把所有的学科分英语的 technical subject、bio、physics、chemistry、数学，全部用英语学；人文的可以用中文学。马来文的地理研究、历史用马来文学，完全平均的去学习下一章，我不要讲这个了，再下一章吧不够时间了不要看这个，我们再看下一章，赶不及了这个地方这个也不要讲，你下一章更好了我这边有一个很重要，我看了我很紧张，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紧张。跟祖父祖母跟外公外婆讲华语的有49%，但是孩子跟父母讲华语的掉了，只有同一批人只有45%跟手足讲的可能又多回来49%。危险的地方在哪里？红色跟外公外婆讲英语的7.33%，跟父母亲讲华语的18%，跟手足讲英语的27%。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很熟悉的一个画面？我们正在走向一个被同化，大家就走向英语，慢慢就没有人讲中文，没有人讲，不要讲客家话了。他可能就会走向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好，下一章。但是我没有悲观我等下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们绝对在一个很好的standing 去做这个东西我们就问说，孩子你告诉我说
什么东西才是学习一个语文，哪怕是中文，哪怕是客家话，什么东西最重要？他认为说学校有架构的教导，它只是一个中立的，他不见得他认为哦有教我就一定很会，不见得。学校提供使用的环境跟机会，他说基本上 OK 的，有没有看到？同意的。社群媒体平台所使用的语言，刚才我讲的不是这样，我以为说其实他认为是中立的，他认为是中立的啊。什么东西很重要对他来说是，如果你能够给我，一定能够学好那语文。他说观赏电影所使用的语言，在家里与家庭成员沟通的语言，与生活的社会圈子的沟通的语言，还有想要取得学习某种语言后的好处，这些是孩子的 feedback， 是非常同意，他认同的。不要悲观哈，你看最后一个，你可能看不到。他说想要维护语言及文化，大部分人会同意。他跟他的公公婆婆用客家话讲。你在下一章啊，我就问说，父传子，子传孙，这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代，父传子，子传不下孙？在语言这个，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不晓得你们面对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公公跟孩子的时候传得下去，甚至你的孙跟你的公公婆婆都能够传下去，但是跟爸爸妈妈就传不下去？这个东西我们都要问。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大家都不太愿意承认的一些事情。我们小时候说，哎呀，不要学这个啦，学了那个口音怪怪的，好不好？一来就学华语就好了，不要学那个方言，有没有？我们曾经讲，不要再去学这个华语了，直接讲英语就好，以后英语口很溜，这就很好了嘛，有没有？这可能我们太过功利，我们讲功利性，对不对？语言功利性，我们可能是我们自己太过功利了，结果这个苦果是在这边发生啊！不要太悲观 ，not yet 啊！下一章，对不起，我时间用了，那你给我吧哈，给我再多讲2-3分钟哈。刚刚我听了，我也同意的。一个文化不会被消灭，知道它的拥有者放弃它，我是相信这件事情。当然，我刚刚早上的时候啊，我有在听到说，肖教授有说，他用了一个字哈，他全球化这个客家的新族群性。当你已经没有了，当我们已经没有了那个客家文化，没有，那我们还能够有什么？那就至少有个客家精神就好了。但是至少在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的族群里面，我们还没有消失。我们的中文使用，还有我们客家还没有消失。好消息在这地方，我们要拼。我今天来了，我也希望说，好，要常常自己会讲一讲，就感动哈。下一章，我这边有在说哈，我这边其实有2个结论，这是旧的那个 version 哈。我说有2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其实是好事，因为我们有网络，有 internet 至少提供2个很重要的事情给我们。第一件事情，它提供平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客委会可以去办第1届全球客家音乐大会，我们孩子说，去参加，我们孩子拿了第1名。昨天晚上电话还在响哈，他这是什么？2023年全球侨校学生暨侨生歌唱大赛报好消息了，闽南话第1名那客家话第3名，学生得奖。这个谁在办哈？侨委会谢谢你们，你们帮了我们很多。因为这个平台，孩子有觉得
他不见得功利，他是被认同，他是被认同的。他觉得闽南歌我行，我可能读书不行，但是我唱歌我行。客家歌我最厉害。我告诉你，这孩子我都以后都不用管他，他成绩也很好。你只是说，哎，孩子啊，不要练那么晚，好不好？对，他说，那我练完这个就走。平台是一个，我们需要更多的平台，甚至是说，客家工会也举办很多讲故事比赛，但是规模不够大，我们还不够大。我觉得客委会能不能够给我们在地的各国能不能够联合起来多做一些这样子的比赛？有比赛了，有好玩的，学生就能够学习，它是一个平台第二，我们网络能够提供好的 content， 好的东西就会有市场。好吃的东西，谁说我们的那个客家菜不好吃？好吃，那怎么呈现？我们的歌好不好听？我以前都翻过那个字典原来你知不知道客家话的那些字都是古语最古老的，其实是有文字。你不要以为它只有那个发音，它其实都有那个文字，多么漂亮的文字！除非我们能够把这个 content 告诉别人，要不然就像朱格曼教授说，他可能就像睡公主的睡下去了，永远都叫不醒。谢谢大家。有请综合强告诉了一谈。好，主持人，3位主讲者，各位与会嘉宾，大家好。俺迄总好强，可以开始简报。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3位他报告的，事实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就是母语流失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像是要回家，但是找不到钥匙。那我们在光亮的地方找，可能找不到。那我们去哪边找？所以我今天就是就刚刚各位所讲的语言流失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它为什么流失？那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跟如何护正我们的语言来作为一个讨论好，那这是朱格曼他的最好的建议了他说，如果我们语言流失了怎么办？就要停止让它流失，要母语复兴，那也要永续生存。那我们刚刚也一直要回答说，我们是谁那我们是可以从由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定义，那就是朱克曼这边的 Superman 就各位都是参与客语互证的一份子，都是客语的 Superman 我们这样来定义的那我也希望说我自己也能够为客语的互证尽一份心力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为什么要互证语言。刚刚朱克曼教授他的一本书在牛津大学2020年的时候出版的一本书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被抛弃的一棵树如果我们失去母语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变成像在海边的漂流木一样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提出3个理由，我们要挽救母语，因为这是对的，这涉及到正义的问题。我们要挽救母语，因为它是美丽的，这是美学的问题。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母语的互证，也是因为它可以利益众人，这是一个工具性、功利的一个思考。那刚刚事实上，我们全世界在复兴母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带来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福祉。那2013年朱振一医师他就提过说，我们如果讲母语有什么好处？可以防止失智症。这是真的他是医学博士了那好，那这里面我刚刚也讲过，我们语言为什么会流失？因为缺乏社会正义。那过去我们在台湾的话，讲母语会被处罚嘛，会被罚站嘛，罚钱嘛所以造成我们不会以我们的语言为荣。那在澳洲，刚刚朱克曼教授也提到说，他会被带离他的家庭，然后坐上一个黑色的公车被带走。那这个曾桂雅医师他的客家话这首诗里面也呈现说，
客家人讲客语被处罚的状况，导致语言流失。那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我想在马来西亚，他们华族也受到歧视过去了哈，现在情况我不知道。好，但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语言流失通常是政治问题，一个社会正义没办法伸张的问题。所以遇到这个怎么办？就是要争取权利。所以这个语言权利的意识觉醒很重要。好，那过去的话，客家人发起了这个还我母语运动，是在1988年12月28号，他争取客语的权利，事实上也是争取所有台湾人的语言权利。那这个成功的达到我们语言权利的法制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历史，好，在包括说最近的就是2018年修正客家基本法，2019年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客家话跟台湾所有的母语都变成什么国家语言，好，那客家基本法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客家基本法带来的就是客语在公领域的，包括教育、公共行政这个客语的教学、客语的认证，还有它的奖赏系统，还有一个客语通行语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事实上在公领域，就我们刚刚看到在一个光亮的地方，它已经照亮了，那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说，在这么不光亮的地方，这样家庭社区它怎么样去互证？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说，为什么要互证母语？母语互证，我们这边有整理，包括朱克门教授所提到的它有各种各样的福祉，包括语言生态，还有文化，还有这个认同健康。那我们刚刚事实上也提到说客家话会2种语言，多讲客家话会怎么样？防止失智症，这是千真万确的了哈。好，那这里面事实上也涉及到刚刚张汉弼教授所提到的，说我们的语言活力表现在哪里？张教授他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客语的这个语言使用的调查，他有语言的能力、语言的使用，还有语言的态度，这3方面就是我们联合国组织它在调查语言的活力里面3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客语的使用在家庭跟外出说客语的机会越来越减少。那刚刚这个郑校长报告了同样的状况，就是在马来西亚，它的客家话的使用越来越少，英语越来越多，华语也越来越多，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这里面怎么解决？张教授他提出的就是家庭跟社区里面的建立，但是需要政府的支持。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社区的合作。好，那也提到了威尔斯的这个状况。威尔斯的状况是需要它是一个官方语言，这个是我想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国家语言，但并不是一个官方语言。好，那这是我们用联合国这个9项指标来做它的客语的语言活力的状况。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项，就是你的所有的语言活力最重要就是它的语言世代传承。刚刚郑校长他也提到说，为什么过去这样的世代相传没有问题，现在出问题了？好，那这里面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的。那刚刚郑校长也提到说，我们这些新语言领域跟媒体的使用的状况是怎么样？这方面事实上慢慢的越来越好，包括查经啊，或是说讲课，还有这个客家电视这方面的发展。客家电视在几年成立的？2003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这个很不简单。就是说，官方在这个客语的支柱性的支持方面相当的够力，但是问题是，它成为国家语言之后，它能不能再次回到家庭成为家庭的语言，回到社区成为社区的语言？更重要的可能是在学校成为学校的语言，成为学校教学的语言。好，就像这个刚刚张教授提到说，威尔斯他有用威尔斯为媒介的语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语言的这种能力是逐年成长，好，但是我们可能会比较做不到是1个礼拜1节课是不够的，好，那郑教授他刚刚提到了几个，就是客家话逐年减少，英语逐年上升。那我的讨论是把它放在这个跟新加坡的状况做一个比较。刚刚朱克满教授提到说，他遇到李光耀说，
他希望打造一个华语的国家，事实上他是打造一个必知英语，但是华语变成比较次要的，所以跟马来西亚一样，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两方面的流失，一个就是从本土语言流失到华语，然后华语到流失到英语，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对我们台湾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的母语会不会在中英双语的夹杀之下慢慢流失？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在做课语社区营造的时候，我们注意3个很重要的语言活力，也配合刚刚张教授所讲的，就是我们的语言的能力，那我们语言使用的机会，跟我们使用的这种意愿，就我们提升他的态度、动机、学习的意愿等等。好，那这里面客家话客委会他在做的就是一个主体主流化，就是客语主流化的主张。那这方面就是透过语言的使用环境的创造，来打造一个共学来共学的机会啦，跟环境。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做客语社区营造的时候，我们列出一个社区的推广图。那我们也在网际网络这边，就刚刚郑教授所提到，也有提到这个部分，还有包括教育啊，还有公部门的各方面的发展。那这几个发展事实上都要持续的进行。但简单来讲，我们有2个方向，一个是由上而下的政策的一个制定，一个是由下而上的一个社区草根的实践的行动。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在做这个客语社区营造里面想要做的，就是说公私协力来达成我们的客语的互证。好，那刚刚也提到，事实上我们事实上是提供语言的产品跟语言的服务，来创造需求消费，那进一步促进它的使用，跟觉得它有用，然后我们再促进它更多的动机，学习的动机，然后更多的语言学习，这样的旋转，这样转下来，我想我们这个目标说一代要就转这个客家话是有可能的。那在这里面，朱克门教授他有提出一个语言复兴的方块，它有4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公共领域的部分，也就是说公领域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更光亮？我们刚才看到更光亮那这里面也包括走入社区，还有媒体、政府机关，还有语言景观，这个部分。好，那一代人就转客话，我们刚刚也听到朱克门教授提到说，以色列事实上1000多年是没有人在讲的，虽然它当作一个书面语存在。那它复振的话，事实上也大概25年就复振起来了。所以一代人就转客语，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做了4件事情，一个是说他有一个积极的态度，也要母语的教育，然后要走到校外扩张，变成同才之间的使用的语言，然后最后达成世代的传承，就是刚刚郑校长所说的，说一代传一代，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好，那我们有2个路线去挽救我们的母语，一个是自己的母语自己救。那所以一个很有名的 Fishman 教授，他就问说：你今天为了母语做了什么？我们今天都来这边参与，都是母语的战士都是为了想客家话如何把它延续下来，能够重振就像朱门教授所说的，他是一个睡美人，各位要把他清醒要把他叫醒好，另外一个路线就是一个族群之间互相共同学习、双向的学习，而不是像过去说西归挖大饼。我们选择强势的语言，我们选择强势的语言，就像新加坡一样，它会造成我们母语绝对的流失。我们从母语流向华语，华语流向英语，就不见了。所以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彼此相互的学习。多语言的学习是可能，刚刚郑校长也提到了，在一个学校里面，它可以马来西亚语、华语，也可以英语，各种各样的语言是有可能。那这里面事实上涉及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所提到的说，我们的母语教育事实上是应该优先的，它提倡的是母语为本的多语言教育。这是联合国的主张。我们说语言教育的国际化，事实上不是把讲英语而已，而是说联合国怎么说？他就是说母语为本的多语言教育。好。
那这里面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谈语言复振，也在谈族群关系的发展。你可以看到族群相互学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可以看到在玉里那边，客家人会讲阿美族语，阿美族的人呢也会讲客家话。那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所以双向的学习是可能的。我们失去母语的时候，我们同时失去什么？失去多语言的能力，这个最可惜。好，那这里面我就讲完了。感谢各位，谢梦妮。好，時間有限哈，我能開放一個問題聽聽，來，請講。普通我用法講，現在我為了這個題目，特別用華語來講哈。張醫師講，張教授講哈，我們必須國家的公共機構是第一個優先要用客家環境，對不對？國家公共機構，哪一個是國家公共機構第一個需要客語環境？客語的 committee 是不是？但是我10幾年前寫進去，寫給那個客家委員會，我規定你們的那個職員們會用客家話講，結果你寫進去，沒有一個人回答。我再寫進去也沒有人回答，我寫進去那個寫給那個主任也沒有人回答，表示說沒人關心。結果很困難。然後1年後有沒有進步？沒有進步。我1年後呢，我得了一個小獎，他們客委會打電話來說要來 interview 我。那我就講，你們要來，你們這麼多委員會，找一個會用客家話來跟我 interview， 沒有，找一個台大的研究生來 interview 我，所以這個就聽起來很明顯的客家委員會沒有，根本就是講話而已，沒有用功，沒有真正在做。不，這個是我先講啊，這是在那個馬英九時代的，現在的。不，現在這個時代應當不同，所以現在我用北京用那國華語來講，我希望現在的客委會主任就在，張主任要 make a commitment， 2年後全部的委員會講客家話。我打電話去客委會問用客家話講，一定會有人馬上給我回答，不要，這對不對？我請問大家這個對不對？對不對？這是我講的。好，第二點因為我本來是等一下我要講的，沒有一個人講。我在那個我們新埔鎮的那個 line 上面講說，日本時代有國語家庭，有國語家庭什麼用處？有給你好處。所以我建議說，那個新埔鎮那個時候建議說呢，新埔鎮設立客語家庭，客語家庭呢講客家話呢，每一個小孩子在15歲以下給每一個月給1000塊錢。結果那個鎮長馬上講說沒有錢，講沒有錢以後呢，2、3個月以後呢，選舉到了，那鎮長說以後那個老年的基金啊，2000塊錢每一個人都有。你看，不是沒有錢，不要做。客委會花了這麼多錢弄了這個會，假如客委會把這個錢用在那個客語家庭，每一個小孩子一個月給1000塊錢，效果一定比這個客委會的會議好的100倍。好了，好完了。好。像飛鷹主博士啊哈，就像新竹新埔啊哈，有個群組啊，賴嘅群組底部有人提倡講要用客話來寫賴底部嘅詩，啱時就有好多新球都反對，
就讲做唔得，安尼佢講人講台語咩迄國家語言做乜一定要用客家話嘅文字哈。啊，佢安尼提出以後呢，大下就一太層人就傾爭掉啦哈，就贊成咁嘅法哈。結果有群組就唔敢用客話來下來哈。啊睇客家莊係遇到安尼嘅困難哈，就唔是講唔咩客莊嘅提起啦哈。也正經係要青重嘅路場去行啦哈，係要上網達標啦哈，主要係主流族群用嘅看客家用嘅對應客家嘅唔單止行業用嘅表現嘅問題，係要就社會嘅強勢族群運動去接受行業使用合法，係冇法人哋判按到認證考試結果。客家是無奈何寫哈，就睇客家莊嘅群組寫一個文字，有人反對嘅，乜嘅場合爭在用按到考試學到嘅事呢，根本就冇機會啊哈，按那個反省啊哈，係有清多東西去檢討去討論，肯擺哈，人全世界客家人哈，上網達標哈就。人嘅語言哈，繼續傳承下去啊，就做就錯啦哈。啊，今邊請感謝CV 有人講者有議談人哈，感謝各位熱烈嘅參與哈，多謝大家哈。感謝分組議題族群關係族嘅客家同語言復振同族群發展所有工作嘅分享，本階段嘅分組議題研討圓滿順利。接下來係分組時間，請各位來賓按照客家文化發展同文學客家文化而認同嘅分組，拖自家嘅會議室丘處。客家文化發展組請留拖兩個會議廳，文學客家文化而認同請到拖延廳入處羅列。下一個